傻瓜？谁人的爸爸不会说人话？谁人的爸爸弄到我们大家头昏眼花？谁人的爸爸学问那么差？他说世界上有500个国家。问谁呢？谁的洞察拥有工人陈阿爸？谁人的爸爸头脑那么差？他说喝热水能把病毒杀。问谁呢？谁的洞察拥有工人陈阿爸？原来他就是阿汉的爸爸，头脑进了水，进了沙。中午他说的话，黄昏别挂，大家都要操你妈。谁人的爸爸像一个傻瓜？谁人的爸爸不会说人话？谁人的爸爸弄到我们大家头昏眼花？谁人的爸爸学问那么差？他说世界上有500个国家。问谁呢？谁的洞察拥有工人陈阿爸？哈哈，谁人的爸爸头脑那么差？他说喝热水能把病毒杀。问谁呢？谁的洞察拥有工人陈阿爸？原来他就是阿汉的爸爸，头脑进了水，进了沙。中午他说的话，黄昏别挂，大家都要操你妈。阿汉的爸爸英语是那么差，这个西班牙苍蝇你吃过了吗？问谁呢？谁的洞察拥有工人